各位投資者，喺中國高速發展嘅數碼經濟核心，有一隻港股正發出一個極度引人注目嘅信號。佢就係1675HK 亞信科技。你知唔知佢嘅市盈率只有15.9倍，市淨率更低至1.03倍，明顯係價值投資嘅黃金機會。呢個強勁嘅低估值信號，係咪預示住亞信科技將會係你尋找嘅下一隻中國數碼基建隱形巨頭？今日，我哋一齊揭示亞信科技喺中國電商後盾領域嘅真正潛力。亞信科技作為中國電信行業領先嘅軟件同服務供應商，佢嘅業務包括核心嘅 BSS 同 OS 解決方案，以及數字化轉型服務。呢間公司就好似中國數碼經濟嘅隱形骨幹，為電商運營提供關鍵技術支援。佢哋穩固嘅市場地位，加上高達港幣71億嘅市值，顯示佢喺行業中舉足輕重嘅影響力。深入分析，亞信科技展現出極具吸引力嘅價值投資特徵。目前市盈率僅為15.9倍，市淨率亦只得1.03倍。呢啲數字遠低於同行業嘅普遍水平，顯示公司股價可能被市場低估。此外，佢仲提供3.3%嘅穩定股息收益，為投資者帶來實實在在嘅回報。亞信科技嘅財務狀況異常穩健，債務權益比率僅為0.02，負債極低，反映公司具有出色嘅抗風險能力。同時，關於佢核心業務 BSS 嘅全球搜索量呈現持續穩定嘅增長，呢個趨勢暗示着市場對佢提供嘅數碼解決方案有住長期而健康嘅需求。然而，市場表現方面，亞信科技過去30、60同90日都稍為跑輸恒生指數及科技板塊。但值得留意嘅係，從全年表現嚟睇，佢嘅走勢同大市表現接近持平，並且與恒生指數保持住0.61嘅高正相關性。呢反映公司股價長期與大市趨勢一致，但投資者亦需要注意潛在嘅風險。亞信科技喺過去幾年嘅收入、EBITDA 同淨利潤複合年增長率都錄得輕微負增長，例如收入複合年增長率為負0.01。更令人關注嘅係，最近一年嘅自由現金流對淨利潤比率跌至負0.37，呢顯示公司喺現金生成方面面臨壓力，值得密切關注。此外，亞信科技嘅實際年化回報係0.15，低於佢嘅資本資產定價模型預期回報0.27，未能達到市場嘅期望。更甚嘅係，佢過去90日同科技板塊嘅價格走勢呈現出負0.7嘅強烈負相關性，意味着佢嘅表現正與科技大趨勢背道而馳。同時，交易量亦有輕微下降，顯示散戶興趣正在減退。你今日估咗未？本內容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邀約或推薦，投資有風險，買賣需謹慎。